大約50幾個電盈小股東喺中區遊行，要求證監會盡快徹查電盈私有化引起嘅中票疑慮。張杏賢報導。86歲嘅鄭婆婆坐住輪椅都要參加遊行。佢同幾十名電盈小股東由中環遮打花園出發，遊行到政府總部，不滿電盈喺中票疑團未解之下，匆匆通過私有化。鄭婆婆日前參加電盈股東大會嘅時候跌傷，佢話多年前將僅有嘅儲蓄以每股16蚊買入2萬股電盈股份，打算收股息增加收入，而家覺得好彷徨。死慳死抵就買㗎嘛，咁咪食息咯，要將個收啲息派嚟食咯。咁而家個私有化咗咧，我哋就冇息收啊嘛，通通都係老人買嘅，咁老人就等住嗰啲息嚟食飯，連飯都冇得食咯。操控之下咧，係點樣操控嘅時候？呢批電盈小股東又對證監會處理事件感到失望，認為冇正面回應佢哋嘅訴求。遊行人士促請證監會盡快徹查有關事件，確保小股東權益得到保障。亞洲電視記者張杏賢報導。